你好，今天你干什么呢？刚才看到你发给我的那个视频，那个录像，我觉得你很可爱的。你说汉语，你说的非常的准。你是从哪里学来的？你也不是从那个学校里面学的，所以我觉得你是学习汉语的话，你很有一个可能性。现在你也可以去学的。我们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看，主要自己喜欢的哪个方面，我们都可以去追求。只要是自己的梦想，没有人可以挡住我们的。自己要抓住自己的机会，自己的梦想，梦想要去实现。所以呢，刚才听你讲的那些，我觉得你说的那个语调啊，还有声调啊，也非常的好听。我也没有什么可帮助你的，但是以后主要是你需要问什么问题，而且我知道的，我会热情的帮助你。你看，今天呢，就给自己休息一天，周末嘛，人们都去干活，都去上班了，但是自己也不能一个周末一个星期有几个小时，自己也要给自己一点空间，对吧？也想跟你说，我想你了，我想回老街了，但是自己还有工作，自己还有自己的责任。你在家，在老街，在老家，反正老街就是我们的家乡嘛。我现在去河内了，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去，所以我就是特别的想家，就是那个意思。但是非常高兴，今天能看到你的笑容，你笑得非常的漂亮，所以从今以后天天要笑，天天要带着微笑，这样的话你幸福，我也幸福，好吧？